那么现在呢就是讲的应该大课版，就是这个是最后的第5个吧。那么第5个是这个最顺本是二出家，研学经教不复前，勤瑜伽行者必求，佛前尽显次立瞻。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结尾就整个论题的结尾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最顺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就主要是讲那个宗喀巴大师他自己的话呢就是最顺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而这个实现这个出家就是宗喀巴大师很小，就是6、7岁的时候的这个苏沙弥戒，不是吧？就应该是很小，好像传记里面是7岁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就很小的时候这个去出家的，然后那个10几岁的时候的开始就讲各种论点了，就这样的。然后呢，就这个精进的这个研究这个学习这个佛教的这种深道理，就是经论教典呢，就是全部都是无所不通，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智慧呢，就是不浅薄不肤浅因为宗喀巴大师确实在这个藏地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了不起。一方面就是说是文殊菩萨的画像，那当然是这样的。那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普通的众生面前显现的话呢，他的是在整个藏地学院来讲，就这个智慧是这个非常的这种这个高深就以前有一次他跟一些弟子在那个在谈论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弟子问，说是这个藏地将近说法里面就是最了不起的，就是最有这个智慧的是谁？然后宗喀巴大师呢，就说是以前有一个叫做慧狮子论师，慧狮子论师的话呢，就是一天当中的话呢，就是他可以讲那个11个论著吧，就是11个论著呢，就是同一天当中，就是现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可以说一天讲11堂课就是一天讲这个11堂，就11个论点呢，就是同时这样就是讲完。后来那个这些弟子们呢，就是大家都是这个交口称赞就是祈求呢，就是宗喀巴大师你也能不能就是一天呢就给我们这个讲这个11个论点，就是同时讲就是同时讲。然后那个就宗喀巴大师就是当时说呢，就是看你们的这种这个恳请的这种诚恳的祈求就我也这个尽量想办法。后来就开一次法会的时候呢，就是通知大家就是开这个同一个时间当中就是讲那个15部论点就15部。就里面好像专辑里面就是说的什么这个弥勒无论，然后那个中观无论就是4个十量论，然后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计量什么设计论还有这个中观思维论、入众论、入性论。大概这些吧，就是讲那个15个这个论点，就是同一个时间当中讲。后来好像2个这个论点就是这个讲完了以后呢，有不断的这个增加。还有后面的话呢，就是有一次好像21个论点就一次讲了1天呢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想一下，就是一会儿讲十量论，讲那个计量论、入性论，那这样的话，我们这边看怎么样，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宗喀巴大师确实从那个这个专辑当中看也好，或者是就是别人的这种这个弟子们的这种介绍就应该说是在这个藏地学院来讲是非常这个无与伦比的。那么它不单是光是在这个字面上或者是这个文字上这个研究，而且呢就是精勤的这个瑜伽修行。瑜伽的话呢，它这里显宗密宗的所有的这些这个真理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去这样的修正。这样的一位比丘呢就是在这个学于这个藏地的话呢，就是对本师释迦牟尼佛你面前呢升起极大的这种这个欢喜心和恭敬心，然后呢就是做了这样的这个缘起赞的一种这个就是这样的写了一个这个赞叹文就是他整个后面呢就是这个论体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寄颂。然后呢，就我们当然在这里呢，就是这个寄颂就是对这个后学者的话呢，
那么就是让我们就像俱舍论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首先呢，应该这个要有这个，如果有出家的这个缘分的话，那就是出家；没有出家的缘分的话呢，那么是受持那个在家的这个戒律啊，就是受这个1分以上的这个戒律。然后呢，就是先应该这个观闻博学，就是这个研究，像宗喀巴大师那样的话呢，他也是这个精勤的研究这个学习啊，就这是第2个。第3个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实地去这个修持啊，就是实地去修持。如果你没有修习，光是在文字上或在口头上留下来的话呢，那就是对相续是这个不利的。同时，把这个文思修清净戒律、文思修行的全部的来源呢，就是我们这个沃登大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恩德。应该呢，就是时时刻刻的是训练他的这个功德啊，就我们其他的就是很多这个行为的就无法这个实行的，也可以经常呢就是不断的念那个随念三宝经啊，就这个随念三宝经经常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是想到了就是佛陀对我们的这个恩德，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是也这个至少也是这个想一想，就是念一些这个佛号。虔诚的佛教徒随时随地的时候可以呢。就是把这个佛呢，就是当做自己的祈祷的这个对境啊，就什么时候都是就是经常就是想着。而我们这个一些野蛮的或者说是这个修行不太好的人的话呢，就即使你闭关的时候，都是可能想不起来佛的这个恩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以后就像这个宗大师这个学习整个这个人生的话呢，就应该以这个持戒律、闻思修行的就像我们上师主义宝的中原心智明典的这个论的这个次第一样就是建立这样的一种这个人生的这种次第吧，就人生的这个修行次第。然后呢就是你看这个时间也是对有意义的。如果继承当中真的让这个利益众生的话呢，哪怕是帮助一个众生知解或者是见解一个众生，也是非常这个值得欢喜的。如果实在是这种因缘和这种机会没有的话呢，那么心里呢就是经常也是发愿就像我们前面用的一样，就是永远就是不离这个菩萨行为，永远不离这个菩提心那这也是其实这个对十方这个所有诸佛的一个发供养，也是呢就是自己利益这个众生的一种这个行为就是什么无光尊在禅定修行里面呢讲，就是刚这个初学者呢就是利益众生是相当这个困难的就是这个智棒还没有这个成熟的话，那就是你在蓝天当中飞翔呢就是相当困难的。那么这种人呢就是心里呢就是依靠菩提心的为你来发这个清净的愿就是但愿就是以我的这个善根呢，就是让世间当中的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得到真实的这个利益就有时候我前面也说过吧，就是我看有些这个虽然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但是有些老年人的话呢，他们这个转那个经论或者说是他们去那个朝拜圣山或者呢就是去他们就是见一些高僧大德的时候呢，发的愿是非常好的就尤其是藏地，就是像那个拉萨那边呢，就是以前也经常就是这个转那个九欧佛像的时候呢就外面就是转那个九欧佛像的时候，也经常就是大声的，有些是就一边念一边，我们旁边听到的时候呢，就这个人就是心里面会不会这样想就不好说，但应该会这样，因为这个语言呢就是其实这个心的这个智慧下就是在进行操作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次我所做的3个呢，就是但愿就是利益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利益无边无边的众生的话呢，那么这样的一个善根的这个回向和这种这个发愿呢，就是也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以后就尤其是这个汉地的很多的这种观念，就是一定要改变过来就是最近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我们经常看见很多人呢就是发愿的时候是不离菩提心度化众生还有这个护持佛法等等，就是经常就是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经常是讲这个平平安安，就讲平平安安是应该是可以的。佛教都是让这个赐予就像我们这个这个药师经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佛法就是你想就是获得发财的话，那就是也得这个发财，长寿呢也得这个长寿，获得那个子女的话呢，就是也让这个获得就是等等，就是发什么样的愿呢？
你们稍微靠这边嘛，不然他们坐都坐不下来。不要对新来的人欺负啊！这是什么讲什么？就是我说这个以后啊，我们让那个很多人的这种平时的这个发言呢，就是尽量这个改变的。当然，我有时候想，可能是我们的是不是这个层次太高了啊？刚开始让他发菩提心，让他安住在这个大圆满觉醒当中的话呢，因为有些人的话呢，连基本的基础都没有，就是他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种概念的还没有打好，就是然后让他最高的就是抛弃自己，就是完全是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的话呢，对这个可能是不是这个一个小学的还没有读完的时候呢，就是给他就是有一个什么这个大学博士生的什么博士生的这个一个作业让他做的话呢，他可能做的不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就尽量的往这方面就是去这个努力啊，就这是以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佛法就是弘扬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应该有一些心态就是要转变，心态一转变以后呢，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很容易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些人呢他这个身体不是很好的，但是呢他有这种毅力就是他想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去这个藏地就是路上怎么样有遇到困难的话，我一定要去这个藏地，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心的力量很强，就是最终的话呢，就是会这个实现他的这个梦想就实现梦想。所以我们现在在印地，就是现在在学佛，有些人呢就特别迷茫，就是他根本不知道就是前方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毕竟是一直过善知识，遇到就是大乘佛法，而且自己也是就长期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不断这个修持最终呢自己了解到是这个真正的大乘佛法的究竟的深深教义呢，应该是这样的。那么自己懂得这样道理的时候呢，对身边的人，哪怕是一个人的这个心态呢，就是稍微有所这个转变的话呢，这也是这个弘法利生之具。因此以后就应该就是要这个自己有这种这个责任吧。